亚迪亚开互拍卖这个非洲地质的防疫有关未使大意，行政院长到英泰甲农业部长陈俊贵早起是去到桃园机场来视察这个边境检疫的措施。农业部长陈俊贵讲今年1月到10月，民众单调的查到的这个猪肉产品有22792件，当中有10%是验到非洲地质，这10%当中有80%是对中国来的。政府呢会更加对这个高风险疫区、这个中国甲越南这所在来加强检查。我们发现它里面有鳄鱼的，对它的形状，对它上下还有2个环，对。实地了解安怎查到一间旅客超外行李有可疑物件，行政院长到英泰甲农业部长陈俊贵等中央部会首长，通知副市长苏俊斌伫桃园机场第一航厦phòng检署入境超外行李检查区巡视。所有违规的物品，大家要共同来守护。一个人的疏忽，一个事件的疏忽，我们都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而且社会耗费这么大的一个成本。到英泰强调，一定将病毒阻挡在境外。农业部长陈俊贵也提出，今年1到10月伫桃机包含民众听到甲查到的22792件，10%检测有非洲地质阳性病毒。这个10%里面大概有80%是从中国来的，所以我们从这样的后面的数据分析，所以也会加强。虽然说我们有39个高风险国家，我们都高风险区去管制，但是针对过往被拦阻到的这些国家机会比较大的我们又会更为加强。防检署桃园分署干部边境防疫精进做法，收检开箱比率提悬到至少20%。11月15开始，跨境网络买物件爱上证件申请。目前桃机有6成入境的人为非洲地质高风险国家之外，以及航厦有些收检区未来3航厦是毋是搁增加？看以后情形才搁决定。记者综合报道。